你爸，是我不好。这个穿越若是失败，我就转来友好你。你对我的温情，我只有等后世人才来报答你。无遐严重啦，我惊，若真出意外，我就袂好讲啊。你讲不好，你就好啊转来啊。爸，你要注意安全，安全第一。安姐啊，阮爸要拜托你啊。我绝对袂会出代志的。但是，不亏，珊珊，我歹势甲恁讲，我真正就爱你。阿爸，要给我求错，拜托您了。你对，我蛮真爱你。我跟回来。有时间啊，大家准备。郭姓爷，请保庇一切顺遂。地主孙阿阮，即时倒去家己请罪。阿弟准备。准备哦。上。阿乱，那还阁无穿越的感觉？我嘛唔知影啊。你不要！师傅，你救我要给吗？啊！师傅，你救我！你要给我师傅！师傅！珊珊，你紧敲一下电话富贵啊，看是啥物情形啊？有啦，我拄则敲过啊，可能人在病院无方便接电话。哦，伊安急死人！家己到底是倒落顶大去呢？唉，